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6年1月初6。今日的经文是诗篇72篇，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到第6节，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到12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显。一般伫教会界称主显节是 Epiphany，这是希腊文，迄个意思伫英文来讲叫做 manifest， 意思就是讲，互人知影 make known， 互啥物人知，这是咱要探讨的问题啦，照着两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的记载所指的，这个是伫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的经文，这个东方的术士来敬拜耶稣基督的出世，伫东方的这个咱讲巴比伦两条河的这个中间这个观星的术士看到启明星，伫马太福音并无讲这个启明这两字啦，只有讲星。照伫以赛亚书14章12节的经文咧讲到，迄粒星是早起，是清早的星，是足明亮的星，是光的使者。咱看见这个以赛亚书14章12节伫希腊文的翻译本内底所讲的。就是咧讲到Lucifer 路西佛这个天使的写法啦伫圣经的原文的意思是咧讲到金星咧金星。另外伫启示录22章16节提到着耶稣基督是明亮的早起时的星，清早的星。是伫黑暗中咧照光，互人有望望的星。启明的意思就是上帝通过这个星，要来显明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做世间人的帮赞。咱要讲马太福音第2章的记载，基本上无啥适合伫圣诞节迄个时间来使用啦照时间的次数来讲，这个是发生伫耶稣降生了后约2年以后所发生的代志。所以伫教会节期内底，每一届拢是伫圣诞节过了后，过一年的1月初6，用这天来纪念上帝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来降生，而且世间人，特别是咧讲到外邦人显现的日子。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到第6节讲到主的荣光，因为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伊将这个救恩的光来照伫世界，互所有伫光中的人拢会当得到救恩。圣经安尼讲啦起来发光，你的光已经来上主的荣光已经得照你。看咧，虽然黑暗打满大地，大黑暗遮看万民，毋过上主会甲你照光，伊的荣光会伫你的心上来显明，万国会来就近你的光，列王来亲近你发出的光辉，着额头四方来观看你的子民聚集来到伫你遮。你的囝对远远转来，你的查甫囝若囡仔，互人抱来。迄时你看到这个就真光彩，心激动真欢喜。对海运来的财富会拼互你，万国的财宝拢变你的。规大阵的骆驼、米甸甲以法的单方骆驼拢会来，对示巴来的要带黄金甲乳香，因拢会来上赞宣扬上主。
这就是伫以赛亚书所咧讲的。也要伫这所在，搁一届分享圣诞节，阮的圣歌队伫这个赞美的献诗的中间，上落尾条就是用以赛亚书60章的这段经文来写的。其他的经文，则请咱家己来研读，咱来读这个诗篇72篇。上帝啊，求你将你的公正的判断赐予王，求你将你公义赐予王的囝，互伊会照公义审判你的子民，照公正判断属于你困苦受压制的人。愿大山带和平互伊的百姓，愿小山互因享受繁荣。伊会替百姓中困苦的人伸冤，伊会解救善者人，会拍碎压迫的。愿因敬畏你日久未深，直到万世代。愿王亲像雨水落伫草挂的园，亲像及时的雨水润泽土地。伫伊坐位的日子，义人会兴旺，甲月平久享受大和平。伊会掌权对这个海到迄个海，对大河直到地极。住伫旷野的人会跪落伫伊的面前，伊会对着会完全降服。伊他西甲海岛的列王来进贡，西巴甲西巴的王来献礼物。愿列王拢拍拜伊，万国拢服侍伊，因为善者的人求救的时，伊会救因；困苦无依倚的人，伊嘛会救伊。因伊会怜悯困苦善者的人，伊会拯救困苦的人的性命，伊会救赎因脱离压迫甲强暴。伊会看因的性命做宝贝。愿王万岁！愿伊接受示巴进贡的金。愿百姓会时常为伊来祈祷，规日祝福伊无停。愿这个土地五谷丰收，满山坪有麦穗，亲像黎巴嫩的树林汉旺。愿城内人亲像地上的草木生旺。愿伊的名留到永远，亲像日头久长流传。人会因为伊得到福气，万国会称伊做福气。至关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只有伊行其伊的事，应该受称赞。愿伊荣耀的名永远受称赞。愿伊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亚西的囝大毕的祈祷到这结束。恳求上帝帮助咱会当看见伊的光，对伊的光来行，也诚做光的使者，将福音来广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